国际青商会是非营利国际非官方组织，成员的年龄介于18岁到40岁之间。宗旨是为了促进青年商人甲青年企业家积极投入社会服务甲经济发展、国际合作、善意甲理解。而为了延续青商人的精神，超过40岁以上的青商人精英，即是拥有参议员的身份，继续回馈社会，提拔后进。咱市成功的企业家双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成，就得到会员的推崇，担任起青商会2023年全国参议会议长一职。如此的荣耀，也得到小英总统甲罗副总统传来贺电祝贺。再次借用各位掌声跟台上的新任的议长，在参议会现在我们这些历届前议长的努力无私的付出下，我们参议会在全国现在都遍地开花了，都蓬勃发展。5个区域里面，原本的桃竹苗跟东区现在也正在人数也都一直在成长。那北区、中区、南区也都有正向的在发展，这都要感谢我们这些历届前议长的付出了。那文成担负这个责任，明年自然也要继续承担，来全力付出，然后把参议会尽量可以再发扬光大。就职这天，全国5个分会主席以及全国会员代表也拢前来观礼。另外，内政部处长陈宗安、台南市议会议长柯丽丽、艺人沈文成、张秀清也拢到场赞声。文成会长他来荣任参议会的议长，非常的实至名归。因为我从认识他一直以来，他在青商会的领域，他不只是培育我们新的一代，他在公共行政的付出。尤其是帮助弱势、扶助弱势、照顾单亲孩童这个区块，他真的落实了非常的多。那么我想，也是他家人的支持，他才可以在青商这个领域上面做无私的奉献。李文成表示，真感谢历届议长以及所有青商人为这个团体所做的努力和付出。伫提供青年个人机会、社区机会、国际机会、商业机会等各方面拢深具成效。自干责任议长责任重大，但将伊积极的态度秉持着青商优良传统，一定会带领参议会为国家社会尽寡济力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